小朋友手提着爆米香，面上充满着笑容。这天，台南市北区的262位大小朋友来到全美戏院，欢喜看电影。好开心，很期待。昨天晚上睡不着。这场活动由尊王爱心会及议员新进党共同举办，希望会当透过电影欣赏，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。同时发放物资以及2000块的补助金，希望会当帮助到需要的弱势家庭。发放其他纪念品、饮料啦、干拌面啦，甚至红包什么，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暑假。哎呀，我们尊王爱心会的宗旨就是协助中低收入的家庭，可以走出户外，一起来全美戏院认识这个4、50年的这个戏院之外呢，更可以在这边看2轮片。那可以远离3C， 在暑假的期间也有一个很好的去处，陪伴让家长陪伴着孩子一起来共度这样的一个暑假时光哦。很感谢尊王爱心会。北区区公所嘛特别致敬感谢状，表示来自社会帮助，予这弱势家庭一个温暖的支持。嘛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吸引社会各界加入公益的行列，共同让更较侪人受惠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